究竟個別指示點樣用先會令到我哋嘅勝率大大提升呢？歡迎咁多位嚟到禮拜四 Day Off 頻道啊！咁我今日就想講關於遊戲入邊個別指示。咁喺個別指示入邊呢，分別有進攻能力同埋防守能力啦。進攻能力分別有進攻、防守同埋錨定，而喺防守方面分別有緊迫防守、釘人、反攻要員同埋拉後防線。咁先講進攻啦，防守係愛嚟做咩呢？就係令到一個球員喺進攻即係我方控球嘅時候呢，就保持喺相對靠後嘅位置，佢嘅前插就會相對較少啦。譬如我嘅左閘係一個進攻型後衛啦，咁喺進攻嘅時候理論上佢會向前插，但係如果你幫佢打防守嘅時候呢，咁佢前插嘅幅度就會大幅減少啦。咁可能喺正常時候佢大概會可能進攻嘅時候可以去到呢度，但係如果你打防守呢，佢比較多會企喺大概呢個位，佢有時都會前插嘅，但係佢嘅前插幅度會將會大幅減少啦。咁而另一個後衛係防守型閘位嘅杜林啦，咁如果我將防守打到佢度呢，咁佢防守佢前插幅度就更加低，咁佢會企得更加後啦。雖然佢都會前插，但係佢前插可能10幾次先會有一次上去支援，咁佢比較似一個留翻後邊嘅球員啦。咁防守呢，就分別可以幫前鋒啦、中場、後衛都可以打嘅。咁如果你幫前鋒呢，咁佢嘅進攻呢嘅時候，佢嘅前插幅度就會咁大，就會停喺度啦。咁但係由於佢嘅前插幅度比較細啦，咁佢嘅走位呢就比較多係橫向而唔係縱向嘅。咁呢，如果對面嘅密集呢係比較難破呢，咁呢個防守嘅進攻指令就會比較低效啦。咁如果係幫中場呢，好似幫維拉打一個防守嘅話呢，咁佢加上佢靠山風格啦，咁佢就會保留喺防線前面進行呢個掃檔或者防守去保衛，而唔係前插去進攻啦。因為靠山本身都會前插嘅，雖然佢幅度冇咁大啦，但係如果你幫佢打防守嘅話，佢幅度會更加少，咁佢可以更加有效喺防線前面進行掃檔同埋保護防線，避免對面打反擊啦。防守係一個非常之有用嘅指令啊，尤其是喺呢個遊戲入邊，防守係非常之困難嘅而家。咁到進攻啦，進攻係我係做咩嘅呢？進攻係咪令到球員前插嘅幅度增加呢？唔係嘅，進攻係令到球員佢嘅起始站位會比佢喺陣容入邊顯示嘅更加靠前啦。譬如我嘅左閘卡西利斯啦，咁佢喺進攻嘅時候，佢理論上起始位置係左閘啦，咁佢會插上嘅，但係佢嘅前插呢係由後邊開始嘅。咁如果我幫佢打進攻嘅時候呢，咁我喺 build up 嘅時候呢，咁佢就唔會喺後面幫波，佢會一開始就向前插。可能佢慢慢一路層壓上去嘅時候，佢會慢慢咁上去啦。但係如果我幫佢打進攻，佢就一開始要企前邊，其他位置都係啦。如果我幫中堅打，佢就企喺上去防中嘅位置啦。因為防中要企上去一個中場靠前嘅位置。而如果係中場中呢，就會上到去攻中度啦。而攻中呢，就會不斷咁樣，好似一個偽邊鋒咁樣，係咁喺 half space 或者咁樣係咁向前插，仲有一啲縱向嘅前插啦。如果加上佢哋嘅風格係影子前鋒或者古典10號位置一啲前插頻率比較頻密嘅風格呢，咁佢哋就會有更加多嘅縱向穿插啦。咁但係理論上呢，呢個球隊呢，即係喺呢個遊戲入邊啦，咁球員嘅變動呢越少呢係會越好嘅，因為呢，呢個球隊呢個遊戲嘅 AI 呢係有啲弱智嘅，唔係好似現實入邊好似國米咁樣一個3-2可以靈活換位啦，咁比較一個冇咁彈性嘅陣容喺個遊戲入邊，反而係比較吃香嘅。咁好似呢個邊中場啦，如果幫佢打進攻呢，佢就會喺進攻嘅時候好似逆風咁樣。如果我幫佢打埋呢個防守呢，咁佢喺防守嘅時候就唔會回防嘅。咁錨定又有咩用呢？咁咪開嚟睇下啦。咁呢個錨定呢，就係令一個球員喺組織嘅階段呢，就唔會做一啲橫向嘅跑動嘅。咁到底係點樣實行嘅呢？如果我幫佢打錨定嘅話呢，其實佢都會往中路去內切嘅，即係唔一定企死喺邊度嘅。咁點解呢？就係因為錨定係多數都係喺你開波嘅時候或者你攞緊波嘅時候啦。咁理論上球員嘅位置係相對嘅，即係好似舒夫真高咁樣。咁佢企呢度理論上係相對韋拉啦、薩利巴、雲克咁，佢大概呢個位啦。咁但係如果你打呢個錨定嘅話，就算你個防線整體向右移，
佢個舒夫進攻都依然企喺呢個位，即係佢唔會跟隨個陣容向右移打進攻嘅時候。而呢個都係啦，咁佢係一路咁企喺度啦，但係佢攞波嘅時候咧，佢都會自己都或者係有啲空間去做到啲無球反擊時，佢都會內切嘅。佢只係喺你開波啊，或者相對靠後位置組織嘅時候咧，咁佢就會企起翻喺佢原本嘅位置，即係唔會根據陣容咁樣去移動。即係佢本身係抱緊邊度咧，佢都唔會跟住個陣容咁樣幫波嘅，佢就會一路企喺度。咁但係啦，當然都有風格嘅影響啦。你傳中專家，你就唔幫佢打矛定，佢都會企喺邊度嘅。咁矛定咧，多數都係幫中鋒噶啦，就好似你玩傳中啦。咁個中鋒咧就一路企度，唔會因為你個波喺右邊，佢就去右邊幫波，佢就一路企喺一個位置等你傳中啊咁樣。咁所以多數矛定都係一啲傳中嘅玩法先會用嘅，或者係你後邊開大腳啦，咁我哋揾一個高中鋒嘅時候咧就相對有用啦。咁到防守啦。咁防守分別有緊盯防守啦、釘人啦、反攻員同埋拉後防線。咁講最簡單嘅先啦，拉後防守係唔係反攻員係做咩嘅咧？咁反攻員啊，主要係個強弱喺你防守嘅時候，佢就完全唔防守。而嗰啲10號位置，即使個波喺佢面前，佢都會可能有少少防守動作啦。但係反攻員係完全唔防守，即係個波去到佢面前，就算佢基本上勁近佢，可能先會出腳，因為佢係完全唔防守嘅。咁反攻員係做咩咧？盡量咧就係俾一啲跑得快嘅前鋒啦，或者體力係低嘅前鋒啦，咁可以留翻啲體力啦，或者冇任何替代品嘅前鋒咧，可能你啲一個勁嘅前鋒，咁你就幫佢打個反攻員，就唔使驚體力跌咗，咁有冇人換啦？咁跟住咧就係拉後防線，咁拉後防線係做咩嘅咧？拉後防線顧名思義啦，就係將個球員由前面拉翻落嚟啦。咁點樣實行咧？好明顯防守球係唔可以拉後防線，因為佢本身就係防線嘅一員啦。咁當你有5個後衞嘅時候咧，你嘅中場係唔可以拉後防線嘅，因為咧拉後防線就變成5個後衞。而家遊戲入邊咧最多係俾你容許有5個後衞嘅。咁但係啊，如果你係4個後衞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將2個中場啊都打拉後防線。但係咧防線最多都係5個人嘅啫。好似如果佢拉後咗喺後邊，咁佢咧就會企中場。如果佢翻咗去咧，呢就係中場。如果佢前插咗上去咧，咁佢2個都會一齊拉後防守嘅。咁拉後防線啊，主要就係令一啲球員本身係防中嘅，喺防守上係變中堅啦。喺一啲前鋒啊，好似如果係影子前鋒，知個 SS 位置，佢就會翻到中場去防守。如果係個右中場咧，就會都會拉後防守嘅。咁如果我有右閘啦，又幫右後衞、右中場打個拉後防守會點咧？咁佢就會翻到嚟呢個位，佢唔會好似邊翼位咁樣去右邊嘅喺度。所以如果咧你想你嘅右中場係翻到去咧，就唔好整一個右閘啦。咁就可以將佢變成一個中堅啦。如果你係4後衞，咁呢個就可以拉後防線，變成一個好似5後衞嘅防守。而幫前鋒打拉後防線嗰啲都係翻嚟嘅啫。咁當然前面就會冇咗個人啦。咁睇下你想點樣打你嘅陣容啦。咁啊，拉後防線幫影鋒打係會有奇效嘅。咁佢哋喺防守嘅時候就好似一個攻中咁，佢哋唔會去到好似攻中拉後防線去咗一個防中位，因為多數進攻中場係唔識防守嘅。咁如果你嘅進攻中場翻到呢度咧，咁基本上中場就好容易俾人打穿啦。咁但係如果佢係用影鋒去拉後防線，佢就企一個中場中靠前啊，佢大概好似咁樣啦。咁佢嘅防守咧就會喺前邊就比較唔會咁容易暴露佢弱點啦，就唔需要做一啲攔截嘅工作或者補位啦。佢只需要喺前面進行一個掃蕩。咁到緊逼防守啦，緊逼防守通常都係緊釘對面嘅前鋒啦，或者對面嘅一個右中場啊或者右翼咁樣啦。咁緊盯防守就會令到對面喺呢個球員啊持球嘅時候咧，最近嘅球員即刻上去搶佢嘅。咁盡量減低佢攞低呢個波嘅可以作出決定嘅時間啦。咁啊，呢個緊逼防守咧，多數都係對面玩傳中啊，或者對面有啲向前插嘅偷獵者嘅時候會有用嘅。咁啊，好似對面想玩傳中啦，咁你個球一路跟住佢，咁佢比較少空位可以作出個傳中啊，或者2過1啦。咁所以緊盯防守就係一個緊逼啦，令到對面嘅球員冇咁容易有空間處理球。咁釘人好似都係一個道理喎，不過釘人係一個咩 mark，即係緊逼防守可以係佢，可以係佢，亦都可以係佢去防守。而釘人咧就係一個人去跟死一個人。問題係喺呢個引擎嘅情況下咧，你嘅球員係非常容易咧跟唔上對面嘅進攻球員嘅。咁如果你咩 mark 佢嘅時候一路跟住佢咧，亦對面一個2個係一定會穿嘅，因為其他人係唔會防守，基本上係唔會理佢啦。而咁樣防守係只要呢個人俾人過咗，其他人都會過補位。咁呢個唔係嘅，因為就一路靠佢一個釘啦。咁其他人咧可能
佢嘅響應時間會比較需要時間會比較多啦。咁佢嘅防守嘅效應就比較低嘅。咁通數 man mark 咧，可能就係對面嘅控球力冇咁強嘅球員啦，或者你想防止對面喺後面組織，可能會用人嘅攻中係一路跟住佢啊，好似喺現實入邊啊 Enzo Fernandez mark 住呢個 Vitinha 咁樣，咁一路跟住佢。所以我覺得呢個因為只有2個嘅防守格啦，咁你用嚟做一個盯人咧，我覺得係唔會令到個勝率有一個明顯嘅提升嘅。而緊逼防守就係防傳中比較有效，反攻要員咧就可以令到你嘅球員更加多嘅體力啦，可以進行一個反擊啦。但係你相對上防守嘅人會少咗嘅，咁所以你要衡量究竟你嘅後邊球員夠唔夠強，可以足夠防住對面啦，同埋你嘅前鋒係咪需要你一個反攻要員咧？咁而拉個防線咧，主要係俾變陣嘅，就好似你本身係一個4後衞，加上防中拉後防時就可以變成一個5後衞。咁佢進攻嘅時候可以4後衞啊、3後衞，防守嘅時候可以5後衞。咁拉後防線就係咁用啦。但係拉後防線咧，你嘅防守強一定要好似中堅啊或者閘位咁樣足夠強。咁我講一個特別嘅例子啦，好似你有中場，你幫佢打進攻，再打一個拉後防線，佢就一個好似真正嘅邊翼位咁樣，喺前後時好似一個翼鋒，防守時一個閘位咁樣。咁但係啊，你要用啊，就要你個中場夠強啦，可以有前插有防守咁樣，而且會浪費咗你2個格啦。咁所以咧，除非你個陣容足夠強啦，如果唔係係唔需要試嘅。你幫你個閘位打個進攻咧，佢嘅前插幅度都係會夠用嘅。咁當然啦，你啱啱咁樣做咧，佢嘅體力消耗都好大，咁所以我唔建議一個中場實力即係有中場做中場實力弱嘅球員去進行一個咁嘅實驗啦。咁呢7個嘅個別指示咧，大概就係咁啦。咁而家主流咧，基本上就係用防守啦，就係幫一個好似4後衞咁樣，就我唔好理住呢個左閘先，咁就4個後衞啦。因為呢個係最多3個中堅，咁就幫閘位打埋呢個防守，咁就有4個後衞喺後邊啦。咁你俾人打翻嘅時候，永遠都有4個人防線，咁就唔容易輸反擊啦。咁就喺呢個遊戲入邊勝率比較高嘅方法。咁啊唔代表趣味性啦，亦都唔代表真實足球啦。咁就係一個勝率嘅玩法，就係4後衞。咁啊已經唔係最近嘅事情啦。咁啊自從手遊可以有呢個個別指示嘅情況下咧，咁基本上唔少玩家都係幫閘位打一個防守嘅。咁咧就令到你個後邊咧有4個人啦，甚至幫呢個防中都打埋防守，咁就永遠有4個人，再幫佢打拉後防線就4啊5個人咁樣。咁前面4、5個人自己喺度進攻啦，後邊4、5個人啦，好似呢個2022年歐洲杯嘅英格蘭咁樣，就後邊5個，前邊5個咁樣。咁個陣容嘅變動就細啲啦，咁都符合呢個引擎啦，因為呢個引擎就係你嘅球員嘅位置越唔流動啊，反而你嘅勝率係會越高嘅，因為你可以預測你球員嘅走向啦，你同 AI 做一個配合啦，佢翻回防守位置嘅時間會相對較短，而唔係好似現實入邊一個國米352啲邊中堅上晒去啊，啲左中堅右中堅全部衝晒上去，咁啊淨係防守能力唔強嘅中場喺後邊，咁喺依個遊戲入邊，因為基本上都係可能6、7、8、9、10分鐘，咁啊你嘅 turnover 打得越快嘅話咧，咁你嘅勝率就會越高啦，咁所以相對控球啊、咩外側啊、長傳球呢啲特殊玩法咧，快速反攻同埋長處反擊咧，佢哋嘅反擊效率通常會高好多嘅。咁加上長傳反擊嘅方式係唔會壓錢啦，加埋佢嘅反攻效率啦，咁所以佢嘅勝率應該係所有戰術入邊最高嘅。咁再加上呢個個別指示幫後衞打埋防守啦，咁有穩定嘅防守，再加埋唔錯嘅進攻，可能你場均1、2球咁樣，跟住後邊場均失0球1球咁樣，你每場嘅 expected goal 係多過你嘅失球咁樣1球咁樣，咁可能每場贏個1-0、2-1、2-0，咁你上一分就會容易過用其他陣營同埋其他嘅戰術啦。咁你嘅個別指示咧，就可以令到你嘅防守效率啊，你嘅進攻啊，都可以有一啲特定嘅玩法。不過佢同現實足球依然係唔同嘅，就係因為佢得4個格啦，所以如果你想勝率高就係防守、反攻要員，或者你玩傳中就係中間錨定，跟住將啲邊路咁堆一邊咁樣進攻啦。咁有唔同嘅玩法嘅。咁個別指示咧，呢7個咧最用嘅就係防守同埋緊逼防守，所以你哋都可以試下究竟邊個嘅個別指示啊最適合你嘅球員啦，同埋你嘅戰術、你嘅玩法。好，今日喺度咁多先啦，記得撳翻個 subscribe
同埋 like。有咩想講嘅可以喺下面 comment 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係咁先，拜拜。